课文28篇，诗篇118篇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愿以色列讲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愿阿伦祭司的家讲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伫危急的时，我求叫上主，上主就应答我，解救我。上主甲我同在，我袂惊吓。人会当甲我安怎？甲我开公义的门，互我通入去感谢上主。这个门是上主的门，只有正直的人会当入去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。去除师傅气煞的足，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迹。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。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，咱着欢喜，着庆祝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解救阮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互阮兴旺。奉上主的名来的，迄位应该受祝福。上主是上帝，伊互咱光明。着举手机参加庆典，游行来到这段的四角头遐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宣扬你的伟大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